谁会想到3月会做大水？迄突然的激浪，竟然冲破遮尔坚固的堤防。迄无情的激浪，竟然毁灭这个水的田园。迄激浪的激浪，竟然淹没这个和平的城镇。台南将军区的延陵古厝，这是台南文学家吴心盈的故厝。自细汉读册做医生，但是伊上爱的也是文学。吴心盈是日本殖民时代甲战后台湾的文坛代表人物。后来，伊搬到嘉义，继承阿叔的嘉义病院。伫遐成家立业。伊伫1937，我伫遮出世。这小人到即阵83岁啊，我伫遮住83冬。我出世的时候，阮爸爸30岁。从细汉的印象就是伊后壁是小人，头前是医院。伫我的记忆中，足侪人拢讲阿公是偌尼啊有名，偌尼啊对故乡有贡献，偌尼啊疼这个家庭。啊，毋过伫我的记忆内底，我上爱保留的就是讲，阿公是安怎疼我。阮迄阵才有4个花园，阮8个囡仔。大汉的甲细汉的，2个一个花园，2个一个花园，去整理花园。啊，伊就拄仔教人安怎做，安怎做。啊了后，我上欢喜的安怎？伫凉亭啊，阮妈妈就煮仙草冰啦。哦，我若做工课做了，这场下是上欢喜的。啊，爸爸伫遐就会参安尼谈笑风生。吴心盈认为做一个医生。毋难医病，阁会医社会，对社会甲土地感情，煞互伊伫日捌事件来坐监。伊也去爱去插政治，啊，去互关2-3遍。人讲家破人亡啊，我爸爸是无死，迄是实在幸运的，但是家已经破了。对现实甲社会无奈，伊创作出一首又一首的现代诗。谁会想到3月会做大水？有一个勇敢的少年，伊有过洋的经验，但无想到堤防会互公浪卷去。有一个理智的少年，伊怀抱生情的理论，但想袂到。天远就互泥海带去。有一个热血的青年，伊要发出无限的纯情，但未到这个城镇，就互山崩压落去啊！迄首诗就是写228迄个时代，讲是安怎即个社会较会大水来，堤防会破坏冲害。啊，田园会互淹去，啊，大家就民不聊生嘛，生活就无法度落过。伊毋是讲做伟大做，但是伊就是爱这个国家，爱这个土地。啊，好老的新主人，就是这座控骨里的水泥桥吗？人客就是迄个公共汽车吗？淡过初恋的迄个砖头，啊，扶着对黄